呢個係身體掃描練習，你可以選擇瞓喺地墊或者床上面，讓雙腳稍為分開，雙手自然放喺身體兩側。如果覺得合適，可以合埋眼睛，俾自己感受下整個身體瞓喺度嘅感覺，留意身體同墊或者床之間接觸嘅感覺，身體被承托嘅感覺。當你瞓喺度嘅時候，提醒自己，我哋唔係要努力達到啲咩特別嘅狀態，我哋練習嘅目的只係花啲時間逐一感受下身體每個部位嘅感覺，培養對已經存在喺度嘅感覺嘅覺察。我哋唔需要刻意製造啲感覺，只係容讓本來就存在喺度嘅感覺維持原狀就可以啦。俾自己放低想要控制事物達到某種結果嘅傾向，或者經常批判自己做得好唔好嘅習慣，只係需要盡你所能跟隨指示去覺察身體嘅感覺。過程中思緒可能會飄走咗，係好自然嘅事，唔需要怪責自己，只係需要覺察到思緒游走咗之後，溫柔咁將注意力帶返嚟就可以啦。而家將注意力帶到去腹部呼吸嘅感覺，留意吸氣時個肚會微微脹起，呼氣時個肚會微微放鬆收縮。我哋停低喺度感受下呢種感覺。而家將注意力慢慢往下帶到去兩隻腳掌，細心留意下雙腳有乜嘢感覺喺度，感受下腳趾嘅感覺、腳底嘅感覺、腳踭嘅感覺、腳面嘅感覺，以及整隻腳嘅感覺。留意下呢一刻有咩感覺喺度呢？如果感覺唔到啲咩感覺，就只係需要留意到冇感覺。如果感覺唔係好明顯，就只係需要覺察到呢個感覺。呢個就係你呢一刻嘅體驗，冇所謂啱定係錯嘅感覺，只係單純讓注意力停留喺身體呢度。而家慢慢吸一啖氣，呼氣時放開對腳嘅注意，將注意力轉移到去腳腕嘅位置，感受下呢度有咩感覺。而家吸一口氣，呼氣時放開對腳腕嘅注意，再將注意力帶到去小腿，喺度停留一陣，留意下小腿同任何物件或者衣服接觸嘅感覺，俾自己感受下皮膚上嘅所有感覺，或者小腿裏面嘅感覺。而家吸一口氣，呼氣時放開對小腿嘅注意，將注意力轉移到去膝頭。我哋讓注意力停喺度一陣，
試下唔係喺個腦度諗住個膝頭，而係用心感受下呢個位置嘅感覺，留意下感覺嘅變化。可能有啲感覺唔係一直都係一樣嘅，睇下呢一刻留意到啲咩？而家再慢慢吸一口氣，呼氣時將注意力從膝頭轉移到去大髀。呢一刻留意到啲咩喺度？可能留意到衣物接觸皮膚嘅觸感、沉重嘅感覺，或者輕鬆嘅感覺，脈搏跳動或者震動嘅感覺。俾自己留意下任何喺呢個位置嘅感覺。而家覺得合適嘅話，可以想象下吸氣時空氣進入身體，注滿雙腳，一直去到腳掌。呼氣時空氣由雙腳呼晒出嚟。可以試下用幾個呼吸，感受下呢個感覺係點嘅呢？而家慢慢吸一口氣，呼氣時放開整對腳，將注意力轉移到盆骨同臀部嘅位置，留意下臀部右邊、左邊同整個盆骨同內在器官。可以想象吸氣時空氣流入呢個位置，呼氣時從呢度呼出。然後再慢慢吸一口氣，呼氣時放開對臀部同盆骨嘅注意，將覺察轉移到去背部，由下背開始。下一個呼吸，將注意力擴展到去背部中間，再上去上背，再包括埋肩胛骨，直至整個背部都包含喺覺察之中，同整個背部一齊呼吸。而家慢慢吸一口氣，呼氣時放鬆背部，將注意力轉移到身體前面，帶到去腹部下方。觀察下呢個部位，隨住一呼一吸，有咩感覺喺度？過程中你可能發現自己分咗心，去咗諗嘢、發白日夢、擔心，或者想快啲完成，亦可能有啲感覺，例如沉悶或者煩躁，會一直拉扯住你嘅注意力。當呢啲情況出現係好正常嘅，唔代表做錯咗。呢個正正係一個機會去觀察呢啲感覺同干擾，唔需要責怪自己，可以試下承認佢哋嘅存在，留意下佢哋點樣影響身體。
然後溫柔咁將注意力帶返去原本想留意嘅位置，去返呼吸度。而家慢慢吸一口氣，呼氣時將注意力由腹部帶到去心口，留意下有咩感覺喺呢度，讓自己以覺察去輕輕懷抱身體呢個部分，留意此時此刻呢個位置嘅感覺。而家慢慢吸一口氣，呼氣時放鬆心口，將注意力帶到去雙手，將手臂同手掌帶到去覺察嘅中心。而家慢慢吸一口氣，呼氣時放開對雙手嘅覺察，將注意力移到膊頭同頸，留意下有咩感覺喺度。無論呢度有咩感覺喺度，嘗試用呼吸陪伴下，照顧下呢度嘅感覺。而家慢慢吸一口氣，呼氣時放鬆膊頭同埋頸部，將注意力帶到去頭部同面部，由下巴開始，嘴唇、鼻孔、鼻面、面頰、耳朵、眼睛、眼皮、眼眉、眉心、額頭、太陽穴、頭皮。想象吸氣時，讓空氣注滿整個頭部，感受每次吸氣都帶嚟清新同滋養。而家感受下整個身體瞓喺度嘅感覺，想象吸氣時，讓空氣可以充滿整個身體，呼氣時從身體呼晒出嚟。而家放低對任何部分嘅覺察，只係單純咁瞓喺度，容讓身體嘅感覺維持原狀，唔需要改變任何嘢，感覺自己返到身體嘅屋企，感受一下完整、圓滿嘅感覺。